一架客機正衝緊入一片暴雨，佢每秒向前推幾十米，啲雨唔係跌入引擎嘅，係俾個巨大嘅進氣口迎面吞落去，每一秒幾百公斤空氣、雨水、霧氣，甚至連跑道上濺起嘅水一齊灌入去。而你可能從來冇諗過，就喺呢個吞水嘅機器最深處有火，一堆持續燃燒，燒咗成程飛行，推動成架幾百噸重嘅飛機向前嘅火。咁問題就嚟啦，你屋企煮飯，一盆水淋落個爐，火即刻熄；你露營生個火堆，一場雨落嚟，火即刻滅。呢個係我哋由細到大嘅常識，水克火。呢個常識幾乎從來冇失手過，但而家係每秒幾百公斤水，好似消防喉咁狂灌入一團火。點解兩副引擎唔會喺同一秒一齊熄？而更加令人心寒嘅係，呢件事真係發生過。1988年，一架波音737飛入中美洲一場雷暴、冰雹同大雨，一齊灌入兩副引擎，然之後兩副一齊死火。一架載滿乘客嘅客機喺半空之中冇晒動力，靜咗落嚟。嗰一刻，機艙裏面聽到嘅唔再係引擎嗰把熟悉嘅空鳴，而係一片令人窒息嘅只有風聲嘅寂靜。喺3萬幾尺高空，最唔想聽到嘅就係呢種寂靜。所以今日呢條片唔係嚟同你講噴射引擎乜水都吞得落呢種廢話，恰恰相反，水真係可以殺死一副引擎。呢個唔係傳說，唔係你係白紙黑字記錄喺案嘅航空事故。我哋要搞清楚嘅係呢樣嘢，喺水真正碰到嗰團火之前，一副現代引擎其實靜靜雞擺咗幾道防線，頭2道擋得住絕大部分暴雨，而1988年嗰個晚上係連最後嗰道防線都被擊穿。呢幾道防線到底係點運作，又到底幾時會失手，就係今日成條片我哋要一層一層拆開嚟睇嘅嘢。我哋由第一道防線開始講起。你喺機場登機嗰陣，望到機翼下面嗰2個巨大圓筒，其中一個嘅入口直徑可以大過一個成年人企喺度嘅高度，你隨時可以行入去。但你要記住一件事，呢個圓筒唔係一條直通火焰嘅空心喉管，你以為水一入去就直接撲向團火，其實完全唔係咁。個圓筒最前面係一把非常巨大嘅風扇，呢把風扇每秒鐘吸入幾百公斤空氣，轉速高到你肉眼睇落只係一片模糊嘅銀灰色。而佢真正嘅身份唔單止係吸氣咁簡單，佢係呢副引擎嘅第一個保鏢。雨點一撞入嚟，即刻俾高速旋轉嘅葉片打散打碎，由一顆顆嘅水點變成更細嘅水霧。而更關鍵嘅係，風扇轉緊嘅時候會產生一股極強嘅離心力，將大部分水狠狠咁向外甩。你可以想象成一把轉到癲嘅雨傘，任何跌落嚟嘅水一沾到傘面就即刻俾拋飛出去。點解可以甩到出去？因為空氣經過風扇之後會分成2條完全唔同嘅路。第一條叫旁通氣流，大部分被吸入嘅空氣加速之後係沿住引擎核心嘅外圍兜個圈直接向後流走嘅，佢根本唔會經過團火。講出嚟你可能唔信，一副現代民航引擎，佢大部分嘅推力唔係嚟自嗰團熊熊烈火，而係正正嚟自呢股唔經過火嘅冷空氣。團火喺度嘅角色反而更似一個發動機中嘅發動機，佢真正嘅工作係去驅動前面把巨大嘅風扇，團火出力，風扇搞風，風扇係推動飛機嘅主角。第2條先係核心氣流，只有一小部分空氣會真正轉入引擎中心嗰個較細嘅入口，去到壓縮機，去到燃燒室，去到嗰團火面前。而水係有質量嘅，佢唔似空氣咁輕，可以瞬間跟住氣流一齊轉彎。所以當空氣喺度分流嘅時候，好大一部分水因為慣性太大，轉唔切彎，就會一頭栽入嗰股冷嘅旁通氣流，繞過核心，直接由引擎屁股後面滾咗出去。你可以諗下架車高速過彎，車頭轉到，但綁喺車頂嗰件重嘢因為慣性太大甩咗出去水，就係嗰件甩出去嘅重嘢。呢個就係第一道防線嘅真相。你以為引擎係硬食晒所有水，其實唔係，佢喺你完全睇唔到嘅地方已經用一把風扇將大部分敵人喺門口就趕走咗大半，但保鏢再勁都擋唔到所有人。總有一部分水滴夠細夠刁鑽，喺分流嗰一剎那閃身而過，跟住嗰一小股核心氣流轉咗入引擎最深處。呢啲漏網之魚先係真正嘅麻煩，因為佢哋接住落嚟要面對嘅唔再係一條闊落嘅通道，而係一個越嚟越窄、越嚟越熱、越嚟越致命嘅引擎心臟。轉入核心嘅水，第一個撞到嘅係壓縮機。我講個概念你就明，
壓縮機係由一級又一級嘅旋轉葉片砌成嘅，一級壓高少少，一級再壓高少少，可能10幾級加埋，先將入口嘅空氣壓到一個高得驚人嘅壓力。點解要咁做？因為團火需要極濃極密嘅空氣先燒得旺，壓縮機就係負責將空氣谷到咁濃嘅嗰位苦力。你可以想象成不停用力咁壓一個打氣筒，壓到入面嘅空氣又熱又濃。呢套系統平時運作得非常精密，精密到有一條隱形嘅紅線，工程上叫佢做失速線。只要空氣嘅流量、壓力、轉速全部維持喺一個特定範圍之內，佢就穩穩陣陣咁運作。但一旦偏離呢個範圍太遠，氣流就會喺葉片表面甩底，好似架車上斜路突然失去抓地力咁，一級頂唔順就會一級傳一級，最後成副壓縮機嘅壓力劇烈咁震盪。而水做嘅就正正係呢件事，大量水滴撞上高速旋轉嘅葉片，會打亂本來順滑嘅氣流。仲有更陰險嘅一招，水蒸發嘅時候會瘋狂咁吸走大量嘅葉。你讀書嗰陣可能學過，一滴水由液體變成水蒸氣，係要吸走好多好多能量嘅。夏天喺你皮膚上面塗酒精會覺得凍，就係呢個道理。而呢啲被水偷走嘅能量本來全部係屬於引擎嘅。於是空氣嘅溫度、密度全部俾水搞到一團糟。壓縮機每一級之間本來夾得好靚嘅默契配合，突然亂晒章法，結果就係本來引擎離失速嗰條紅線仲有一段安全距離，暴雨一灌入去，呢段救命嘅安全距離即刻俾人硬生生咁縮窄。如果水再多啲，氣流開始周期性倒流，喺駕駛艙裏面，機師會聽到一啲好巨大、好恐怖嘅砰砰爆響，見到引擎嘅參數指針瘋狂咁跳動，甚至會有火焰由引擎前面或者屁股短暫咁噴出嚟。呢種現象有個專門嘅名叫喘震，佢唔代表引擎已經爆炸，但佢代表引擎開始唔聽話啦。佢喺度用盡方法警告緊機師，我頂唔順啦。到咗呢一步，你一定會問，咁最後嗰團火呢？水都已經殺到埋身，團火係咪即刻就熄？答案同樣非常反常識。好多人想象燃燒室係一支向後狂噴火嘅巨型火筒，水一到就直接撲落火焰上面，吱一聲就熄。但真相唔係咁。一副引擎裏面嗰團火唔係我哋屋企開爐嗰種火。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由壓縮機吹出嚟嘅空氣速度快到嚇人，好似永遠刮唔停嘅超級颱風。理論上，任何火焰喺咁大風底下1秒都企唔穩，即刻就會俾風吹散吹熄。你試下喺大風底下擦着支火柴，就明白團火要企穩有幾咁難。咁團火究竟憑乜嘢喺咁大風底下企得咁穩？工程師用咗一個非常聰明嘅設計，喺燃燒室嘅頭部，佢哋整咗一個叫旋流器嘅嘢，故意令一部分空氣打轉，喺正中心製造出一個風速好慢好慢嘅回流區。喺呢個避風塘一樣嘅回流區裏面，滾燙嘅高溫燃氣會不斷咁翻轉頭去點燃剛剛噴入嚟嘅新燃油。你明唔明呢個意思？團火之所以唔熄，唔係因為佢死死咁一直燒住冇停過，而係因為佢喺度不停咁用自己個火點反着自己。上一刻滾燙嘅舊火，一秒又一秒點着緊下一刻噴入嚟嘅新燃油。呢個係一個自我維持、生生不息嘅循環。所以轉入嚟嘅水其實唔係一盆水撲熄一堆火咁簡單，因為經過風扇同壓縮機嘅重重折磨，佢已經俾人打散、加熱到面目全非。而團火背後係一整套源源不絕嘅高溫循環撐住，只要水嘅分量未去到一個臨界點，團火就唔會因為見到少少雨水就咁乖乖認輸熄滅。真正嘅殺招唔係淋熄，真正嘅殺招係一個死亡螺旋。你聽清楚呢條死亡鏈係點運作嘅？水吸走熱，令燃燒變弱，燃燒一變弱，引擎轉速就跌，轉速一跌，前面嘅風扇同壓縮機吸入嘅空氣就更少，空氣更少，燃燒就更加難以維持，於是變得更弱，燃燒更弱，轉速就再跌落去。你發現未？呢個係一個會自己越滾越快，停唔到落嚟嘅惡性循環。水唔係一刀捅死引擎，佢係陰陰地企喺度，慢慢咁幫引擎放血，每轉一圈，引擎就虛弱多一分，轉速就低多一格。當燃油控制系統再點樣拼命咁泵油加油，都追唔返一路跌緊嘅轉速嗰陣，引擎就會一路衰弱，最終跌穿最低嘅穩定線，然後靜咗落嚟。呢度就帶出成件事最反直覺嘅一個真相，請你一定要記住呢一點。你以為引擎喺全力衝刺
火燒到最猛嘅時候最危險，錯，引擎喺低推力嘅時候反而最脆弱。咩叫低推力？就係飛機準備下降、準備落機嗰陣，呢個時候機師收細咗油門，風扇同核心嘅轉速跌咗落嚟，燃燒室產生嘅熱力本來就少咗一大截，團火正處於佢一程飛行裏面最虛弱、最有氣無力嘅狀態之一。但飛機嘅速度仍然好快，個巨大嘅進氣口仍然喺度大口大口咁掃過一大片充滿水嘅暴雨雲。你諗下呢個畫面幾咁兇險，引擎一邊喺度拼命大口吞水，但佢體內維持團火、甩走水滴嘅能力，偏偏係處於全程最弱嘅其中一刻。攻擊最猛，防守最弱，兩樣嘢喺同一時間發生，呢個先係工程師同事故調查員夜晚真正會瞓唔着覺去反覆推敲嘅致命情況。而1988年中美洲上空嗰架波音737撞到嘅就正正係呢種最壞最要命嘅組合。喺呢種地獄級嘅環境底下，頭兩道防線風扇同壓縮機嘅安全餘量一次過被打穿，兩副引擎雙雙跌入嗰個死亡螺旋，然後喺茫茫夜空中一齊熄火。呢個時候機組做咗一件事，最終救返成架飛機，但佢哋喺過程中撞到咗一個連專家都容易忽略嘅殘酷真相。呢個真相就係引擎熄咗火之後，想喺暴雨中重新點着，比一開始維持團火仲要難。你諗諗，一副仲喺度運作嘅引擎，燃燒室裏面本來就有一個熱辣辣嘅高溫回流區，轉子仲保持住一定嘅轉速，佢係暖嘅，佢有底子，但係一旦熄咗火，一切歸零，一切冰冷，你要由差唔多靜止嘅狀態從頭嚟過，重新建立轉速，重新壓縮空氣，重新供油，重新引火。而喺呢個萬分艱難嘅過程中，大量嘅水仲係不停咁灌入核心，你去邊度一個穩定嘅溫度去引返着團火？就算你運氣好，勉強點着，過多嘅燃油又可能令排氣溫度瞬間暴升，反過嚟燒壞後面嗰啲極之嬌貴、極之昂貴嘅渦輪葉片，救火唔成，隨時仲整爛多副引擎。所以熄咗再撻翻着咪得咯。呢句聽落好輕鬆嘅說話，喺現實裏面唔係一個可靠嘅策略，佢係一場用成機人命去落注嘅生死豪賭。嗰晚嘅機組一邊死死控制緊飛機滑翔，爭取每一秒嘅高度同時間，一邊利用飛機尾部一個叫輔助動力裝置嘅細型引擎去提供電力同啟動嘅支援，一次又一次鍥而不捨咁嘗試重啟，最終佢哋賭贏咗，引擎重新路口，飛機化險為夷，安全降落，機上所有人都行返落地。呢個結局靠嘅係專業、冷靜，仲有一點點運氣。但你要清清楚楚明白，呢個係事故已經發生咗之後，最後嗰道救命嘅防線，佢絕對唔係一個所以落雨飛去雷暴中心都冇所謂嘅理由。恰恰相反，成件事最深刻嘅教訓係，最好嘅防水設計從來都包括最重要嘅一條，一開始就唔好將引擎送入超出佢能力範圍嘅天氣。呢一點就帶我哋去到最重要嘅真正嘅第一道防線，而呢道防線甚至根本唔喺引擎入面，佢係一個決定。飛機個機頭有一部天氣雷達，佢向前發射電磁波，再根據雨水嘅反射判斷前方風暴嘅強度。屏幕上面顏色越紅，通常代表回波越強，雨越大。但呢度有個致命嘅陷阱，極強嘅暴雨可以強到將雷達波都吸收晒，令佢後面嗰片區域喺屏幕睇落反而變淡咗，製造出一個騙人嘅危險陰影。你以為條路係通嘅，其實後面藏住嘅先係最恐怖嘅風暴核心。所以有經驗嘅機師絕對唔會淨係睇顏色，佢哋要睇形狀、睇發展速度、睇閃電、睇氣象報告，絕對唔會因為見到一條顏色淺啲嘅縫就貪快硬穿過去。因為雷暴中心除咗令引擎入水，仲有足以將成架飛機撕裂嘅劇烈亂流、砸落嚟嘅冰雹、令機翼失效嘅結冰同閃電，繞開佢兜個大圈，先係真正嘅智慧同專業。有時候最勇敢嘅決定就係唔好逞強。有人會問，咁點解唔喺引擎入口索性加張網或者一塊擋板，直接將雨水擋晒出面，一了百了？呢個好誠實嘅問題，反而正正暴露咗成件事嘅核心思路。你諸如加張網，一副大型引擎每秒要吞入極大量空氣，任何一塊擋板都會嚴重阻礙氣流，扭曲入口，大幅增加阻力，仲有機會喺高空結冰。就算張網真係擋到大水滴，撞散之後嘅水霧一樣會跟住氣流照樣轉入去，形同虛設。而最諷刺、最恐怖嘅係，萬一張網自己頂唔順甩咗落嚟，佢就即刻由保護者變成風扇前面最大件、最致命嘅一嚿飛行廢鐵，直接搞爛成副引擎。本來想救佢，結果親手殺咗佢。
所以你終於明白工程師嘅思路啦。佢哋由頭到尾從來冇諗過要擋水，佢哋根本就冇打算將大自然拒諸門外。呢種思路同潛艇完全相反，潛艇係靠密封去拒絕海水，一滴都唔想入，一有滲漏就係大件事。但噴射引擎正正相反，佢嘅所有力量，佢嘅生命，全部嚟自不停咁大口咁吞入空氣。佢唔可以密封，佢必須開放，佢注定要同風雨共存。一個靠拒絕，一個靠擁抱，兩種截然不同嘅生存智慧。於是工程師做嘅唔係起一堵牆將水擋走，而係坦然接受水一定會入嚟呢個現實，然後設計出一整套系統去應對。一把風扇負責喺門口甩走大部分敵人，一整個壓縮機結構死死留住失速嘅安全距離，一個旋流器令團火可以自我維持生生不息，再加一套數碼控制系統，每一秒都喺度讀取轉速、溫度同壓力，不停咁作出成千上萬個微調，去撐住整個循環冇斷。呢個先係有火同屋企個普通火堆最本質最關鍵嘅分別。你屋企個爐係一團孤立無援嘅火，靠周圍空氣自然流入，溫度低，冇任何能力去控制自己。一盆水淋落去，水吸熱隔氧，火自然就熄，冇得救。但引擎裏面嗰團唔係一團孤立嘅火，佢係一個由風扇、壓縮機、旋流器、渦輪同電腦一齊合力撐起嘅高速自我維持嘅能量循環。渦輪嘅轉動反過頭又拖住前面嘅壓縮機，壓縮機送出嘅高壓空氣又反過頭餵飽團火。佢係一個環環相扣、咬住自己尾巴嘅循環，一個精密到極致嘅生命體。所以水想殺死佢唔係碰到火焰咁簡單，水要同時做到幾件事：吸走足夠多嘅熱，徹底打亂壓縮機嘅默契配合，狠狠拖低轉速，令到燃油控制系統點努力去補都補唔返，最終斬斷呢個循環。而喺普通嘅大雨底下，大部分水早已經俾旁通氣流帶走，剩返嗰啲又俾打散加熱到七七八八。壓縮機同團火仍然穩穩咁保留住足夠嘅安全餘量，所以喺普通暴雨中佢撐得住，佢穩如泰山。呢就係全部嘅答案。現代引擎之所以可以喺傾盆大雨中安然無恙咁飛過，唔係因為水入唔到去，水由始至終一直都入緊去。佢係因為喺水真正衝到火焰面前之前，有一把風扇幫佢喺門口擋走大部分敵人，有一整套壓縮機結構為佢死死守住嗰段救命嘅失速距離，有一團識得自己點反着自己嘅永生之火，仲有一套電腦，每一秒都喺度同冷冰冰嘅物理定律討價還價，寸土必爭。而喺呢一切之上，仲有坐喺駕駛艙裏面嗰兩個人，雙眼盯住雷達，做出一個最簡單亦都係最重要嘅決定，唔好闖入最強嗰片雷暴。1988年嗰個晚上，前面幾道防線全部相繼失守，係最後靠機組同輔助動力先倒返條命仔。呢件事時時刻刻提醒住所有航空人，物理定律從來都冷冷咁擺喺度，唔會講人情。當雨量、冰雹、速度同低推力一齊將安全餘量推到盡頭嗰一刻，再先進嘅引擎一樣會認輸。所以人類真正嘅本事唔係征服天氣，而係識得點樣敬畏佢、避開佢。所以下一次，當你坐喺機窗邊，見到暴雨劈頭蓋臉咁灌入引擎，見到入口附近有白色嘅水霧同旋轉嘅螺旋，你唔使驚，你甚至可以靜靜咁欣賞呢個畫面，因為真正喺度保護住嗰團火嘅，從來都唔係一塊擋水板引擎，壓根就冇打算同雨水硬碰硬。佢係一邊氣定神閒咁將成場暴雨吞落肚，一邊冷靜咁計算住，確保真正衝到火焰面前嗰啲水，永遠都差最後嗰一滴唔夠去熄滅佢。